大家好，我係西貢香港社中學五 A 班嘅翁浩天。同學仔，唔知有冇咁經驗呢？當我寫作文時，腦入邊一片空白，彷彿所有詞語都離你而去。而我想話俾你聽，我從未被作文煩惱過。因為作文對我嚟講係一大強項，而我嘅方法就係閱讀。今日我想分享嘅書籍就係《冰心散文讀本》。《冰心散文讀本》收錄咗《記小讀者》、《往事》、《山中離記》等經典篇章，以細膩柔美嘅筆觸構建出獨特嘅藝術世界。喺內容上，既有對母愛心情嘅歌頌，如《紙船記母親》中記載住愛同悲哀嘅意象，亦都有對童真世界嘅詩意呈現。小骨橙入邊黑暗嘅人性微光，喺題材上從青島海濱嘅療養生活、山中雜記到留學途中嘅可親見聞，記小讀者、通訊七都浸住對自然嘅敏鋭感知。喺藝術特色上，佢善用白描手法，喺臘八粥入邊嘅文園場景融合古典嘅詩詞意境，而喺笑入邊三幅微笑畫面嘅疊印，語言清麗含蓄。喺20世紀上，中國散文史上開創咗抒情美文嘅典範。而喺成本書中，我最中意呢篇文章《小骨橙》。冰心以溫暖細膩嘅筆觸，講述喺戰火紛飛嘅年代，作者偶遇一位貧苦卻堅強嘅小女孩。佢用骨子皮製作咗一個簡陋卻溫暖嘅小骨燈。呢盞燈不僅照亮咗佢黑暗嘅山路，更象徵住困境中不滅希望嘅人性光輝。小女孩面對母親重病、父親失蹤嘅艱難困境，依然保持着純真嘅笑容同善良嘅心靈。佢靈巧地剝開個骨子，耐心地製作小骨橙嘅動作，深度展現咗呢個早熟孩子嘅堅韌品格。呢篇文章通過象徵手法同細膩嘅白描，讓作者喺平凡嘅故事中感受到深刻嘅人生哲理。即使喺最黑暗嘅時刻，微小嘅善意亦可以成為照亮前路嘅光明。其實我今日想強調嘅唔係叫大家因為介紹而去讀呢本《冰心散文讀本》，雖然呢本書會對你哋有幫助，我反而想分享，如果同學想喺中文科取得佳績，要多讀書，尤其係散文同新詩，會係一個十分有效嘅方法。我嘅經歷從50分嘅作文提升到接近80分，證明只要你愛上閱讀，中文科就會變得容易好多。同學仔亦都唔好因為讀完一本書之後會拋諸腦後而認為閱讀冇用。雖然你可能會忘記書本嘅內容，但喺閱讀中，你嘅文字累積、表達方式，甚至思維模式都會改變。多年後，當你開口講流利且有文氣嘅中文時，你一定會感謝當年嘅自己，因為你曾經大量閱讀。多謝大家。